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呼唤心意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覆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牧师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115年8月14日。圣经共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1章1到11节，主题是耶斯列的日子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求你赐下圣灵的光照，能明白你的心意与教导。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远离罪恶，愿意回转归向你。也求你使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扎根结果。谢谢你的恩典与慈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先来读1到3节。上主向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起誓的那段时期，犹大国由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诸王相继统治。以色列国由耶华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统治。以下的记载是上主向何西阿讲的话。上主第一次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，他对何西阿说：你去结婚吧，你娶的妻子会对你不忠，你们的儿女也会像他一样对你不忠实。同样，以色列全国上下跟那淫妇一样地不忠实，背弃了我上主。于是何西阿去跟低拉因的女儿歌密结婚，她怀了孕，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。从以上经节，神呼召何西阿娶歌密为妻，借着他的婚姻向以色列百姓说明，百姓离弃神，就像不忠的妻子离弃丈夫一样。神不只是要先知说道，更要他活出神的信息。基督徒不只是会说信仰，更要活出信仰。在家庭中以爱、诚实、守信来建立关系，在工作上即使没有人看见也诚实负责，在教会服事不是为了表现，而是衷心回应神的呼召。我们再来看4到5节。上主对何西阿说，给他取名耶斯列，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户王室，讨他们祖先在耶斯列大屠杀的血债，要结束耶户的王朝。那一天，我一定要在耶斯列谷摧毁以色列的军队。从以上的经文，第一个孩子名叫耶斯列，提醒百姓，神看见人的罪，审判终究会来。神有慈爱，也有公义。
不要以为小罪没有关系，不诚实、说谎、论断、苦毒，若不悔改，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。每天要省察自己，求神光照并更新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再看第6到第7节，歌密在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上主告诉何西阿，给她取名罗路哈玛，因为我不再爱以色列这一家，不再饶恕他们。然而我要爱犹大这一家，我是上主，是他们的上帝，我要拯救他们，但我不是用战争，不是用弓箭、刀剑、军马、骑兵解救他们。从以上经节，第2个孩子名叫罗路哈玛，意思是不蒙怜悯，表示百姓长期拒绝神，必须承担后果，但神仍向犹大显明他的怜悯。神愿意怜悯，但人若一直拒绝，就要承受自己的选择。所以不要把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，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，珍惜神每天的恩典。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不只要依靠人的方法，更要依靠神。我们再来看第8到第9节，歌密给他女儿罗路哈玛断奶后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告诉何西阿，给他取名罗阿米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不是他们的上帝。以上的经节，第3个孩子名叫罗阿米，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，表明百姓因悖逆与神的关系破裂。最大的危机不是环境，而是离开神。所以我们每天要亲近神，维持与神的关系，不因忙碌而停止祷告、读经跟聚会，也不让金钱、工作、娱乐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。我们再来看10到11节，以色列的人口要增加，像海沙一样数不尽，量不完。现在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但有一天他要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再次联合，为自己推选一位领袖，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繁荣起来。是的，以色列的日子要成为一个大日子。以上的经节虽然前面充满了审判，但神最后仍然应许，他要恢复他的百姓，使他们再次成为神的儿女，并重新合一。神的审判不是最后一句话，恩典与恢复才是神最终的心意。所以不论曾经失败多少次，只要悔改，神仍然愿意接纳。面对我们的家庭、人际或教会的破裂，相信神有恢复的大能，用饶恕来代替报复，用爱来代替冷漠。从何西阿书1章1到11节，我们看到3个核心的信息。第一个，神渴望人忠心爱他，不要让任何事物取代神在生命中的位置。第二个是，神会管教他所爱的人，管教不是要毁灭，而是要人回转。第三个，神的恩典大过人的失败，只要愿意悔改，神仍然允许恢复与盼望。第一个，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硬着心。有时候神透过环境、家人、教会或圣经提醒我们，只要愿意及早来回转，就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及伤害。第二个，在家庭当中最好的见证，神用何西阿的家庭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婚姻、夫妻相处、亲子关系都在向人见证我们是否真正相信神。每天一句鼓励，一个拥抱，一句对不起，都可能成为最有力量的福音。
第三个，不要放弃任何一位正在远离神的人，允许家人、朋友或小组员目前正在冷淡、失败，甚至离开教会。神没有放弃以色列，我们也不要放弃任何人，持续的为他们祷告、关心、陪伴，相信神仍然能够重新栽种这些人的生命。总结，何西阿书第1章提醒我们，即使人会失信，神仍然信实；即使人远离神，神仍然呼唤人回转。愿我们每天以忠心、悔改与信靠，活出与神同行的生命。以色列起初代表审判，但在神的恩典中，最后成了重新栽种、重新开始、重新蒙福的记号。神从来不喜欢审判，他更要渴望人悔改、回转，重新与他建立关系。愿我们今天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接受他的管教，也相信他恢复的大能，使我们的生命、家庭与教会都成为他荣耀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何西阿书提醒我们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满有慈爱与怜悯的神。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愿意悔改，顺服你的带领，不轻忽你的提醒。也求你重新栽种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家庭、教会和服事都能荣耀你。愿我们成为你忠心的儿女，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能力抚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，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